来无看，你有想阮无？哎，我是有较悬啦。较悬你，哎呀，你今仔日有较悬啦，无啦，搁咧食饭嘛有咧长高安尼啦。吼，无白食就对啦。系啊。我甲你讲，我今日主题吼，足古锥的。哦，啥物个主题？叫做吼，若是讲到阮兜迄个相吼嘿，我就规个头壳摸咧烧。哦，恁兜敢有即个人？阮兜是无，但是我感觉你应该是有哦。歹势，阮兜毋是即个人，阮兜有两个即个人，嘿，啊，大家拢熟悉，一个较老，一个较少年。先讲老的迄个好。老的迄个吼，讲到伊，我毋是头壳摸咧烧，阮是迄个规家伙仔头壳拢摸咧烧。一粒头10粒大。15粒大，真正足烦恼的，对因为伊即个人吼，就是会有足侪新的出头，专业出头。还有细汉的时阵，高中毕业的时阵，伊就甲我讲，伊无时间会当来我的毕业典礼，无时间会当来，我就想讲好啊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咱莫来上好，我就点点的毕业就好啊，安尼就好啊。结果吼，老师讲着我的名吴珊如，我讲好啊，去你台顶，行去你，歹势，阮爸徛伫遐。啊？你爸徛伫对，恁爸徛伫对。徛伫台顶。台顶。嘿。啊，毋是讲伊无闲。校长搁伊的后壁哦，伊徛伫遐。我讲爸爸，你来创啥？你伫遮创啥？伊讲我来遮甲你颁毕业证书安尼。就尴尬，就更小呀，就更小啊！不是啦，不是更小啦，就歹势啦，就歹势，就爱叫的。啊，全学校的人拢知，哦，你爸爸是吴宗宪，所以你学校拢无知。我就无甲因讲啊。哎，你这甲阮囝同款呢。哎，我带伊去上课啊，啊尾啊，我转去了，伊讲因同学问伊讲，啊，迄个好就是恁爸爸，伊讲无迄阮阿叔。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。阮是吼明星的囡仔吼，拢是有这款烦恼啦。嘿啦，足可怜的，咱唔知影尔。这咱今仔日的主题足古锥的啦。家己的烦恼家己笑。是，来马上欢迎咱今日的评审，第一位是咱的孙哥。欢迎。是，俗语来讲，人呆看面就知，人戆是看行动，人颓是看行为。哦，今仔日看你要表演什么会，我好好甲你评审一下。对，第二位欢迎咱的好评。嘿，拄则有咧讲诶，这爸爸妈妈的心情啊吼。诶，其实讲爸爸妈妈上界烦恼的就是要走的时阵无人甲你捧到。要毋过，阮的选手吼，选手更较烦恼的是吼，伫咧台顶的时阵无人甲你捧场啦吼。啊，所以讲无人捧场不要紧，我甲你捧场啦。对啦，唔管你当时要走，我会让你先走。因为我也唔敢为我目屎流。好，欢迎咱第三位评审，这个评审看起来吼，敢若足正经的，但是事实上吼，是足正经咧练笑话。哦，什么人呢？来，欢迎咱的许望某，欢迎。欢迎。哎呦，一表人才啦！哎呀，正经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Talk Talk Show》台语新闻，我是许望某。不管在座的各位是什么款的身份、什么款的地位，也是什么款的卡小，在我的目睭内全部拢是同款的。咱总知影讲，若是要讲笑话，就一定爱好笑；若是无好笑，那呢，不管你是甘愿去做一个食软饭的小白脸，也是甘愿来得一个笑面来做小狼狗，我拢袂因为要互恁面子，就微微啊笑。哎呦！所以请各位把所有的本领拢总摕出来，互观众朋友看卖啊，恁的实力甲恁的才调。若是做袂到，就莫怪我无客气。所以今仔日到底是会过关，也是袂过关，就看恁家己。咱稍等一下再会。哎呦！那你听起来真歹哈。那这第一个看到评审一来就呛声的呢，我会惊呢，搁袂客气。无啦，严格来讲，我的笑点是较悬啦，所以我是惊讲等下大家咧表演的时阵，我笑袂出。哦。啊，无紧。那是定定有的代志啊。无要紧，若是笑袂出来，我就互人找啊。安尼笑出来，啉烟水。可能无法度，可
能无法度，无法度，盐水伤过臭。外口就盐水嘛，做红台盐水就贵诶。袂啦，我足期待今仔日大家表现啦。系啊，阮嘛拢足期待诶。啊，你有看到阮顶一届诶选手无？因拢伫遮，因已经看足侪季啊。应该会足牛啊。我是真期待，希望因今仔日表现会当袂互我失望。因今仔日无要表现啦，是顶届选手。加在较袂失望，因伫现场嘛会当来甲别人加油拍气嘛。对，安尼无问题啊。啊，今日欢迎你来哦，谢谢，欢迎希望莫来，请坐。第二季每一集有7个选手，7个选手根据主题来发挥甲表演了后，请3个评审市长，若得到3粒鼓仔，恭喜晋级去过关区；2粒也是1粒的，就要去等待区咯。啊，若无半粒的，就是3支车仔的，就倒台退场。每一集要选4个过关晋级的选手，啊，等待区的选手嘛莫失志哦，阁有互评审救回来的机会啦。带来要欢迎咱今日的选手，第一位就是咱的艺人哦，这位又去整到因爸爸诸葛亮的盔鞋的，欢迎咱的谢金晶。欢迎。哎呦，这水着，水个。大家好，我是谢晶晶。大家吼拢知影，阮老爸吼足够主持的，啊伊的数学嘛足好的哦。为着要研究这个数学吼，伊阁出国深造20年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今仔日要讲的是大家毋知影的诸葛亮啦。阮老爸吼有一个习惯，物件好用呢，伊阁一届要足侪。手机啊好用哦，一届阁买10支；皮鞋好穿，一届100箱。啥货？所以阮兜的仓库吼，比阮兜搁较大间啊，因为拢来藏阮老爸的物件啦。吼，啊连内裤嘛是哦，内裤一届吼买几啊百领，啊到底是偌好穿？连阮老爸大孙拢讲哦，也是阿公留落来的上好穿。啊顺哥，你有欠内裤无？有啊，有啊，等下我摕几领互你哦。啊，物件吼好用就买遮多哦，所以伊某一届就带4个啦。哦，因为好用的哦，啊，足好用的啊！好，但是大家唔通误会啦，阮老爸吼会娶遮多某，迄是因为吼生囝吼伤忝，伊惊某伤忝啦。吼，这是阮吼老爸吼会用心良苦啦。啊，最近吼，阮哥哥吼用技术，互阮爸爸吼重现舞台。哦，啊，阮哥哥讲迄是 AI， 啊，我讲吼迄是会害啊，因为伫咧网络顶悬吼，引起着即个外派甲死派两派咧超卖病啦。有人吼，佮叫伊出来选总统呢，啊嘛有人吼讲一直要看《大尾罗摩》第3集。啊，毋过即马吼拍电影，敢若无啥拄好，会欠钱呢。那无相信哦，你会当问碰哥。啊，讲真经的啦，吼，足侪人吼讲诸葛亮吼还阁活咧，无毋对哦，阮老爸真正还阁活咧哦。伊最近吼咧准备天堂的歌厅秀啦，啊，主持人就是诸葛亮甲贺一航，啊，主秀吼就是即个高凌风啦，啊，即马就欠特别来宾哦。浩子哥，你有兴趣无？哎，先记咧，先记咧。第3季已经签好啊。啊，你顺个，啊，你袂着我，啊袂着我。啊，袂着你吼，啊是好评，你感觉咧？较无用，较无用。啊嘛，不要紧啦。除了这特别来宾哦，嘛有看观众朋友有兴趣无？哎呦，那也拢无兴趣啦。啊，不要紧吼，你也是有兴趣吼，阮老爸会直接甲你联络哦。啊，报名成功的话吼，佮送诸葛亮红内裤1领。谢谢，感谢啊，足多水的啦3分钟的时间呢，拄啊好呢，差1点啊，差1点啊。咱今仔日吼谢金晶会过关袂？来，评审请市长。哦。哎呦，评审那会这做严格呢，一开始就甲你呛明啊，
今仔日伊笑点足悬，是不是我拄则伫后壁无甲你拍招呼哈？我是要起圈圈。你要互伊一个口啊亲落去哦。只有你互一个车啊哟。所以平心点。哦，你的球店这是我最好的行为你安怎讲？孙哥，个人认为是，即马天堂的餐厅秀都欠一个尔。就是你啦，我叫你哦。无顶边孙翠凤老师吼来讲饲唔着，嘛无法度改哦，我无伊改哦。我跟你讲，我真正我拄则是感觉会非常的惊艳，因为拄则头一个谢晶晶安尼出来，我感觉这个表现非常的好。你讲有人啊，经验是在这，我是经济啊。好经验的代志。我主要看红丝甲青丝，我想讲红丝就代表讲这吉祥，吉祥我家己啊。安尼搁一摆啦，平心请市长好过关啦！但是伊迄所以你这车，但是伊迄吼，红色市调。你笑点遮悬，今仔日你是安那好过？我感觉伊拄则即个咧讲的内容咧节奏真好。而且伊的笑，可是咧讲的时阵，伊迄买梗的迄种感觉非常的好，伊铺排真袂歹，所以我感觉我有去接到伊的迄笑点。哎呦，危险哦！伊讲甲比好评更较好哦。哎呦，啊无好评话你来讲一下，无输。其实我插一丝丝就要互伊车啊。哎呦，是安那咧？因为吼，拄啊开始去天堂。对，我赶时间要去天堂。无啦，无。我甲你讲，头拄啊伫咧一开始的时阵吼，有一个笑点有可笑着。啊，你讲啊一遍吼，迄个皮会好清，所以讲好清，所以讲一遍就要100箱。啊，你马上就会当讲啊，我要这尔济鞋啊，就知影讲，阮爸爸真正就想要走路。这头10秒就有一个笑点出来啊。主笑。你从别人的爸爸的痛苦变做你的笑话。无啦，这是一个比喻啦。你感觉讲影艺界无伦理吗？歹势，我讲跪一个爸爸，先第爸爸我也跪过啊。我呢啦。小弟，明明叫恁爸爸啊，拆一张要去天堂的票。好，无问题。叫伊坐咧喊时啊就脱房。真好，来。讲煞未？讲煞。哦。我讲你就无头路啊！我要去天堂啊！我是个人感觉讲哦，伊的台语真清楚。啊，而且呢，伊甲因爸爸的感情，大家讲故事在讲家己，你莫去攻击别人。啊，家己愈讲愈好笑。啊，但是呢，你有小可较紧张啦，放好轻松。嘿，啊，你若这样吼，一直过关哦，歌就免去唱啊吼。但是我唱的比讲的更较好听呢。哦，是安尼哦。我是感觉袂歹，迄个啊，互人感觉起来讲安尼。敢家己的亲情，家己的囡仔吼，迄个气氛真好，所以我互伊过关安尼啦。恭喜你过关啦，来车坐。哦，后一位，后一个你也甲老赖，这个有够缘投。哎呦，安尼哦。一个自细汉哦，伊伫咧市场大汉的。哦。但是吼，伊看到人足济，真都会惊呢。奇怪。天团主播解散是啥物道理？竟然是 F4的歌迷在讲伊咧。每个家庭拢有一个怪咖。有人讲，若是找无，就去救。哎呦，我才知啊，这毋是怪，我是怪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明啊，成功时代以来 F4。不过，阮这个团体已经改错了，因为收到收这 F4 迷众的投诉。后一位，后一个你也甲老赖，这个有够缘投。哎呦，安尼哦。一个自细汉哦，伊伫咧市场大汉的。哦。但是吼，伊看到人足济，真都会惊呢。那奇怪。最后来欢迎咱的亮希。大家好，我是亮希。안녕하세요，亮希입니다。我是一个韩文老师，嘛是一个八点档的演员哦。我爱学这韩语歌，有人敢知影韩语歌是啥物？韩文。哦，韩文，啊你袂啊你破梗了呢？啊，歹势啊！哎呦，遮厉害呢！无法度。我爱学这韩语歌呢，就是因为阮母啊，伊伫韩国做工课啦。啊，毋过我变成这八点档哦，就变成是阮后母的关系啊。因为伊的关系，伊比我参像一个八点档的演员哦。我今仔日就来甲大家讲好清楚，到底是安怎呢？相信有人甲我共款，自细汉就介意看迄种八点档，啊，佮有戏说台湾有无？有吼，足侪人对无？好看。我嘛是共款啦，啊，毋过阮母啊都讲，你逐工看这种消息，啊，你敢有未来？啊，我就甲伊讲，讲会安尼，
啊，伊即马咧看到我演的八点档，伊拢看到喙笑目笑啦，逐工看呢，啊看到后来伊就甲我讲，哎哟，你哪会遮甲我演啊？我就甲伊讲，啊，毋着真着你，因为你比我亲像一个八点档演员啦。有一摆，我去迄市场甲伊斗3工，伊甲姓黄的迄顿哦，隔壁大的开始冤家，冤到后来，伊就开始演啦哦。黄啊好评啊！你廖准讲，我毋知影你伫我后壁讲我的歹话哦。你甲我试看卖啊！恁兜的戏嘛无偌青啊，伊吼就亲像安尼啦，你就亲像恁某共款啊，死鱼眼呐！我哪知影，伊就亲像一个八点档演员。多谢大家。哎呦，压力足大的啦！人生了真水，但是分数毋知有水无来，评审请市定。评审拢共款，若是亲着，我要互食盐水哦。哎呦，安尼啊，竟然无问题啦。三个车啊！好，练喙花一个重点就是讲，因为你今日要介绍这个这个菜色内底哦，这档卖猪肉，迄档卖鱼啊，迄档咧可能卖羊肉。你会使介绍较足清楚，但是无笑点。我知影，我知影。迄个清楚，甲这边的笑点，你所说的迄个笑话，迄内底迄个吼，迄卡本的写法。你等下重新思考一下。了解。就是咱去食迄个咸鼎哦，内底无够咸，但迄鼎真好看。就拢炒一点啊，但是无人要食迄个鼎。迄个汤头内底无够。啊，我是感觉气味无够。笑点差一点。哎呦，我知影，差一点啊。险差一点。亲像拄则你这个笑点吼，你若是讲上届缘投的是网某，安尼就是一个疗伤袂到的笑点。啊，拄则你的故事内底就是疗伤袂。我意思是，我看一个红棍仔今日嘛关掉。无，你看安尼讲，大家就感觉讲，敢若是疗伤袂到，应该是安尼讲，变做是安尼讲。你拄则的笑话内底拢是合理的笑点，拢是趣味，也毋过好笑的部分，就敢若亲像顺哥拄则讲的吼，就是敢若插一丝丝尔。你是真好的主持人，也毋过你伫咧讲这笑亏的时阵，你应该要分搞清楚，就是趣味甲好笑有两个无共款的所在。拄则真正的笑话，伊的故事，伊咧甲爸爸讲耍笑的时阵，大家疗伤袂到，讲伊哪会讲这物件？哪会是安尼讲咧？安尼即款疗伤袂到，就是伫咧讲练喙话的时阵，真大的重点。加油！佮互我10年的时间啊！唔免10年啦，等第3季的时阵才过来比赛咯。好啊，佫有机会我等伊练者。无问题。啊，今仔日有一个在家无等到，就是伊是摩德路嘛，对无？摩德路。你今仔日安尼行出的时阵，你用迄个行大步的迄个姿势。摩德路的，摩德路的。老师音乐，好就来吼，老师来音乐。嘿，老师啊，可惜第3季还佫来哦，嘿。谢谢。迄盐饼就去试试。好啦，无歹势，在迄边啊，歹势哦。感谢良喜，感谢，谢谢。真缘投啦，但是差一点啦，哎呦，缘投煞袂当留落来啊，足可惜。继续加油啦！后一个，哎呦，因来讲伊是公司台语台 F4啦。应该是足缘投的咯。敢袂今仔日缘投拢袂过关呢？哎，台语台 F4 詹伟明。哎呀。每一个家庭拢有一个怪咖，有人讲若是找无，就去找。迄是讲毋是怪，不是个惊，我是摕出来照。哎呦，我才知影，这毋是怪，我是怪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明啊，前公司台语台 F4。不是个，阮这个团体已经改善了，是安怎嘞？因为收到伤济 F4 卖奖的投诉啦。13当前咧，阿明开始做记者，厝内底的人唔知虾米好做记者。我就讲啊，阿明走社会线啦吼，无论是天灾地变，对着车祸还是杀人放火，拢会看到阿明伫遐做连线。啊，隔壁一个就讲，阿明，迄唔是记者啦，你好做带衰啦。哎，啊13当前，讲到即阵，有一年咧，我返去厝过年的时哦，一个侄啊，真久无见面，伊就讲，明啊，你要40啊唔娶哦？拜托诶，新正年头呢，是大新年快乐，恭喜发财，你是袂晓讲呢啊？这个时阵，我想要送一条 BGM 给伊哦。我送你返去千里之外，哎呦，
赶紧来去哦。那总有人搁要问你讲，什么时阵要结婚？有几招？第一步，先冷静落来。第二步咧，你着喙齿紧加咧，这个喙就要闭咧。我已经离婚啦。是咧，这个时阵差不多有2档的时间，无人搁敢问你这个问题。2档过了后，若准讲有人搁问你同款的问题，阮全家就做伙唱这条。我送你回去千里之外，赶紧回去啦！多谢大家。哎呦，阿明，阿明，欢迎啊！你好，哎呦，来，阿明今仔会过关未？来，评审请起顶。哎呦，咱评审拢讨论哦，应该是做歹决定的。哈2个块一个车啊，2个块呢？哦，这就奇怪啊。好评是安那互伊车啊？其实拄仔开始的时阵，我真期待，也毋过后壁愈来，迄笑声愈来愈少，就无笑声，就真可惜。你头拄仔一开始就讲，我毋是怪是歹，拄则大家拢笑，哦，嘛真欢喜。啊，伫讲记者是带赛这个部分，嘛是真好笑，真趣味。也毋过后壁伫广告词的时阵，就淡薄仔无笑声。我是感觉讲，其实吼，大家所有选手会当小可听者头前的选手讲啥物物件，有一寡花马枪会当拍时阵，你就试看卖。你拄则讲，我要送你离开，你会当讲，我要送你去看猪姑娘的歌厅秀。啊，这个时阵其实伫咧做这个花马枪的时阵，其实是有法度做加分呢。大家想讲，你反应真好，马上就当收到一个笑点，袂当用。所以讲，这个物件有加分就袂歹，啊，毋过后壁就是笑点较少。所以讲，我感觉讲考虑一下，等者再过来想看卖是毋是会当过关。哦，啊，咱咪就要坐伫遐等待区啊。小等者。我是算迄种，若是开关去用拍开就一直笑的人。我感觉拄则这阿明一直这拄则讲记者嘛带衰啊，什么时阵要转去这边，我感觉迄个面手非常的正经，嘛有这种正经咧练笑话的感觉，我嘛就喜欢这种 style 啦。恁是共款的。嘿，啊，而且我感觉阿明伊的演技真好，啊，这情绪嘛会当来感染大家安尼啦。啊，尾啊就是讲，我感觉你敬的遮的主题，其实拢是咱少年人最有共鸣的一寡笑话，所以我感觉就介意。我是感觉伊是真认真，啊，台语嘛足溜的。啊，但是呢问题出伫咧吼，你的表情足硬。你厝边有厝边的气氛，老爸老母有老爸老母的气氛，你本人的紧张有你本人的紧张的气氛，所以爱甲分得清楚。无伊啊，狗做一狗，敢若润饼狗。润饼狗你知无？清明爱食。清明爱食。是的。啊吼，为什么叫做春卷？你知无？为什么？春的物件拢甲卷卷的叫春卷。哦。啊，鸡卷嘛是鸡出来物件拢甲卷卷的。嘿，台南的。嘿对，毋是叫做鸡卷哦，迄叫做家卷。鸡卷，鸡出来物件来卷卷。啊，你问题讲个遮济，啊，我个互伊一个你只互伊考啊，哦，亲不着要食会水哦。有听着去无？无，因为这个是重点。哎呦，但是头前我感觉真好笑，因为第一句伊讲到我的心声。恁兜一定有一个怪咖，你若无爱相信，你就去笑。找无就去照镜。阮兜的镜拢歹去，笑个歹去。嘿，拢离去嘿。好啦，啊无你到那边啦。好啦，坐下啦。单台区，恭喜来，多谢来，刷来后局选手。你爸爸是总破赛。是，但是喏，伊咧搬歌戏的，所以来欢迎咱的曲立莹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做立莹。啊，阮老爸老母吼，可能希望吼我逐工拢盈盈无代志做，所以就叫我盈盈啦。啊，有一句俗话讲吼，人讲饲囝无论长，啊饲爸母算长啦。啊，我吼看我这个身材，我就知影，阮兜吼拄啊颠倒边，阮老爸老母吼，伊就是吼，甲我一顿一顿拢算好做清楚的。啊，有一工吼，这吼差不多5点外的时阵，我伫咧厝诶做便水，啊无代志做，我就倒咧吼。嘿，我就倒在这个眠床的，啊，我就听到吼，这个厨房嘣一声，我想讲，啊，发生啥物代志？我就行过去，啊，结果吼，夭寿哦，我看一个影啦，啊吼，伫咧冰箱边啊，我行一个呢，我想讲，差5点半了，我就拄到鬼，结果迄个影吼，伊搁叮当啦，我怎好用我这个上美丽的观音咧，哇！结果迄个影就走出来讲，点去，
结果伊看我，我看伊，差不多要经过30秒，我想讲，这个剧本若无继续搬落去，毋知要安怎结束，我就甲讲，这位先生啊，请问一下吼，你有要出去无？伊竟然回答我讲，好啊，门伫倒位啊？伊就出去啊。我就紧打电话报警，警察就甲讲，你吼看一下有啥物物件无去吼，去注意一下，去找找。阮母啊就开冰箱，我就甲迄警察相对看，想讲，伊应该是吼甲迄钱吼藏喺冰箱的，结果伊就做大声讲，我有2粒包仔无去呢。我讲，妈，迄包仔是我借的，毋是迄贼仔来偷的，你知无？阮母啊就讲吼，我专工去排队的呢，你后一摆吼爱记去甲我排转来。阮母啊就是安尼啦，欠天啦。搁有一工吼拍这个迄个西瓜汁啊，我袂记看惯呢，规个吼，我规个时间到。西瓜汁。西瓜汁啊！哎呀，故事无讲煞。对，哎呀，故事无讲完，但是到底会过关无来？评审，请起立。就紧张的。听嘴离不满，唱声咸薄了，是帮某改名白来将去了了。伊白来将嘛吼，我叫你薄了，不是叫你讲来歹话啦。怀疑吼，迄个白来将，唔知啥物叫很老啊。是帮某啦，我知啊，真的，真的，有在看8点钟啊。啊，酒抓无好烂，你看你连这都听无啊。我酒抓无，你食因死。到底会过关无来？评审，请起立。哎呦，就紧张的。哎呀，无讲了吧，无法度啊。拄正你咧讲哦，我看3个评审，因的表情无一个人咧笑，敢若厝内发生啥物代志。因为厝内发生代志是难免的，但是爱甲形容甲真古锥，变做笑话。阮爷爷有一个比例者，因兜嘛捌着贼偷。半暝3点外，听到客厅轻轻狂哦，伊即个出来电话拍开，徛一个人，伊完全无熟悉。比利姐佮问讲，请问你是啥？有礼貌，有礼貌。伊讲我是贼啦。伊佮自我介绍。伊佮问讲，你头拄安怎来？因为门无开嘛，为外口爬入来。比利姐佮讲足危险。你若要出去，为大门出去，好不好？无个会关，无个出去，无你若摔死，阮就变做凶宅。安尼就足古水够足好笑嘛。白钓贼偷，你这真好笑，而且才1分钟尔呢。对，无讲煞无要紧，我知影你有一个才艺。伊要表演呢，伊会晓唱歌。对，我是国立台湾戏剧学院毕业的。是。无你表演啦。你熬无阮熬，我17、8岁就学洗头，水粉抹着当钱交，对迄个菜市啊直咧过，哎呦拄着一个少年家伙，阮若行伊就对，甜甜对对到阮兜。按钱按银，互阮拍戏狗。拍戏狗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即摆表演煞就是足专业的，就是讲你嘛是要有遮行。好，多谢。老师，迄个节奏帮我拍一个，嘿。搁来用歌戏行倒倒去哦。好，多谢，感谢啦哈，再见。欢迎再过来啦哈，谢谢啦。哎呦，欢迎咱后一位选手，哎呦，这位是咱的这个演艺界，演艺界上爱讲54歳李文华啊，欢迎。大家好，看到我身躯上就是5433的字，迄无礼貌。我今仔日来吼，大家吼千万唔好期待，我会讲一我543。这做人甲我讲，阿姊，你就来啊，你就来爆料一个。我讲死就免讲，你看我啊，讲红仔头有红仔头，
讲实在有实在，歌声搁不哩啊袂人，我根本就是互新闻耽误的歌手。谁甲你讲的？谁甲你讲的？这侪人拢安尼讲，点气，点气，这侪人拢安尼讲。我今仔日哦，要来讲阮迄箍老母。安尼嘛搁做成爆料对毋对哦？伊吼决定暗顿的方式非常的特别，冰箱若甲拍开，啥物落落来就煮啥物。大家为什么？因为吼伊的冰箱哦甜甜甜，杂杂杂，白白白，所以哦根本就无法度找物件。一摆我甲大家讲，我吼冰箱拍开。一个甜酷酷的物件，甲我弄喺骹盘，我爱爸叫母，我哇记一个哦，欠啊闪了，阮老母足轻松的，甲摕起来，放喺电锅内底。今仔日就是即个做暗顿啊，饭点到啊，迄挂拍开了后，好，肉粽咧，肉粽乃失踪啊，肉粽人咧，本人咧，结果哦变成一碗汤，你知影为虾米无？因为肉粽。唔是肉粽，伊是鸡粽啦。而且这伤脑筋的吼。搁有一摆，我甲倒轻啊轻到一尾鱼啊呢。我本来是要甲淡掉啦，我感觉讲哦，那安尼，感觉吼看起来色哦无啥青，爱就讲吼笑过讲，哎哟，这尾现老啊，我找足久的呢，哟找足久的，我心讲吼，鸡母贵安尼规个藏起来，为什么恁知无？因为迄尾现老啊，是隔壁阿叔个调转来，问题是3年外前，而且重点是，伊早就过身啊，恁知无？好，迄尾现老啊，摕喺边啊，退兵嘛，无偌久吼，规安尼搭地地，规个吼真正变成现老啊啦。啊，现老汤的现老啊啦，鱼汤，一个最鱼汤的鱼汤。弟弟，我感觉吼，我头前吼自己置入的部分伤长。伤水啦。其实我足紧张的咧。免介绍啊，咱拢知影你上水啊，免介绍。哎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哎呦，你人哪遮好？无啊，你有头肉粽牵着脚。爱甲你安慰起来。你比你老爸加足善良的。我比伊较水咧。哦，真的。我是在30年真的，系啊，好歹得出好顺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到底咱今仔日，咱姊也会过关未？卖看你唔敢看？你唔敢看？我过你先我过，你先我过。姊也今仔日会过关未？来，定心，请起定。即马是等待区，哪会有一个问题？哎呦，你这个车啊，搞起来，你有勇气？无啦，歹势啊，你有勇气，甲你得失啦，因为新闻界真正足乌的。我其实咧听，你等一下，你先莫讲，姊啊，伊甲你骑车啊，你甲爆料紧，无，伊是安怎？伊是安怎？甲讲出来。伊白来种嘛吼。是啦，是帮我叫你爆料，不是叫你讲来歹话啦。无啦，有人安尼讲歹话。嘛不是讲意思讲伊名叫迄个嘛，白来种嘛。我是叫你来唱，白来种，我来你即马知影有啥物互伊看啊？无紧嘿，你请讲嘛。你才有这个勇气，你讲。其实我咧听头前的时阵，我本地是要离科啊的，我真想要饲科啊，要毋过到尾啊，我感觉有淡薄仔，就较无遐好笑啊，所以你后壁袂赴时间袂赴，就较可笑，啊，毋过头前我感觉，我感觉。你的少年才会金咩？你即马更较好笑呢，你即马较好笑。我感觉咧，我少年人，我想要学落一件，豆豆来啊，豆豆来。我想要学落一件代志，是讲拄则头前个铺陈虽然讲真长，要毋过你的表演，互即个铺陈变啊足好笑，而且尾啊结出来，这个笑点嘛有互我笑。尾啊我饲车啊，就是因为尾啊遐。较无较好，较稀奇吼，嘿，较稀奇。我家己嘛感觉嘿，歹势啦，稀奇，连讲的上节目来讲，甲你稀奇，我今日就紧张啊，有啥物心得？我都无用的，我不爱为民。阿孙哥，哦，我头是为头笑到尾。真的啊假？你笑点才假哦。因为我唔捌看你这么紧张。哦，真的哦。啊，因为伊咧随风大汉的。所以有算共抓水的，我是暖人。哎呦，因为讲你暖人较注意的，吼，你为什么要注意？因为你拢食这抓水，你若无听话，我就摕迄个上油甲你放屎放尿。
哎，这个分数是有乡亲一个分数，我感觉袂歹，真正袂歹。感恩感恩，是。我感觉一个好奇的所在，我怀疑吼，迄个白来酱，唔知啥物叫现老啊。我怎么改名就对啊？伊唔知啥物叫现老啊，对唔对？我知啊，真的。真的啊，就抓无好烂。啊？就抓无好烂，你看你连这都听无啊？我就抓无去食因吃。真的吗？你知吼？无今仔日虽然是去等台区，无好食，讲一个爆料好啊。爆料啊！你看你，我就要改头换面啊！你看，你都无我机会。是啦，本来是会使改，但是吼，今仔日来就来啊。安尼吼，来就来啊！你后死人啊！我无讲嘛，大家拢感觉爱叫。嘿啦，我想要讲吼，一个吼，你的演艺界吼，上我上深的查甫人。查甫人嘿，这个查甫人有够夭寿的啦，嘿啦，几年前的代志。哦，几年前哦，嘛无几年前呢，而且吼，山如吼，伊有吼现场有看到，伊是目叫者，真的。什么？我跟你讲代志，你今日一定要甲伊讲出来，是倒一个人？我跟你讲，家己吼信任啦，我跟你讲。好朋友，你在创啥啦？只系你讲的，竟然是你！姐啊，是啦你。你这么无警觉。哦，你出头做人的呢，你做我开讲的呢。你身材真好着，啊，人生甲真水着。你讲倒摆吼。你竟然选和平是安怎？无啦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吼，大家拢感觉讲吼，伊敢若半男娘啊。啊，大家拢感觉足怀疑的。结果吼，有一天吼，咱做伙去上迄个演节目，伊为着要证明吼，伊是查甫人，男子汉。啊，伊讲吼。阮就安尼相对坐，啊吼，线客问讲，啊你要怎证实你是男子汉？伊就雄雄哦，安尼甲要冲过来，甲要冲过来，冲过来，嘿，甲要冲，嘿，冲过来了吼，甲我规个扶起来，嘿，雄雄就变成公主，公主呢，公主呢，安尼抱，嘿，抱起来哦，甲你抱起来呢，嘿，生一日哦，我吼目屎马上连落来。哦，哎呦，规个哎，拢袂止呢，是安那，文婉，你是偌久无查甫人安尼，甲你摸起来，你感动甲流目屎安尼。我讲，哎，我50斤，哎，疼一个险要闪了呢。疼一个。哦，迄真个夭寿呢。少年人啦，受冲动。歹势啦，我嘛是真久无拍到查某人。瞧一个啊。50斤下呢，足可怜呢，连狗也都累袂死，你知影意思无？迄手无力。啊吼，啊，佮尾就是讲吼，伊真正是好厉害，红狗爷。水啦，水。哎，这段我会当互你考啊，这段我互你考啊。哦，非常的好笑，这段好笑，真好笑。安那？哦，你侮辱伊哦，你意思你无？伊无相信你安尼啦，我相信讲我会当甲伊抱起来啦。我相信你即摆来，你即摆更加头好咧。你来。我决定甲迄个什么通告费关出来。做医药费啊。是啊，你甲你真正爱安那才会使安尼徛啊袂。伊叫伊运动一下才会当安尼甲人摸。摸迄个吼。你会问姊啊，安那抱伊才会快乐啦。无啦，应该安尼讲啦，迄天是安尼，东港是安尼。嘿嘿，啊，今仔日爱安那。我即摆好啊。你好啊，你较早讲。输在你抱啦。抱咧，坐伫遐。来啦，安尼啦，你看。啊，抱去啊。你看。啊，抱去啊。你看。啊，抱去啊，抱去啊，坐，抱去啊，坐。哪一只头发？哎呦，无啦，抱去遐啦。我家己来啦，你穿甲呢？你嘛较好心嘞啊！你抱袂过啊？姐啊，你等下进来，今仔日你有福利啦，你来视网膜啦，你甲姐抱。视网膜？来啦，啊无伊等伊甲你抱掉，你是我别人就看无。来啦，免惊啦，用手摸就好啊你。偌济人为这摆到山地门，你搁多欠？苦你啊！因为摆到山地门啊你。伊常常要讲，我敢陪起来。哎，你甲看。哎，你甲看，我敢陪起来。哎，你甲看。哎呦！真缘投。哦，伊面嘛是拢红起啊呢。无，我感觉。伊比你较勇呢。歹势啊！这几年我已经退步啊。你是毋是查甫人你？这几年我已经退步啊，因为我后壁拢唔敢讲抱人啊。来，后一个选手。
后一位选手，这是咱教咱台语文的国文老师，欢迎咱的李新典。哎呦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典伊典，我新典的李新典。我是一个非常介练笑的老师。我常常讲我学生画山画水画玲珑。你莫看我呢小小呢，我跟你讲，阮兜有一个比我搁较小，迄个人是啥人呢？恁厝一定有个角色叫做阿姨哦。若讲到阮阿姨，我讲正经的，伊小到有寸呐，我搁会记。有一个我甲伊讲，阿姨，咱莫常常插别人兜的代志，你安尼无好，你知无？所以莫插你讲啥？所以莫插。啊，做人爱相听，大事小事爱斗阵，这是一种互相的关心，知无？时时爱，时时关心。哦，迄届甲伊讲煞了，我真正唔敢甲伊乱输讲。尾仔我甲伊去看人卖药啊，这个药就特别哦，泰国来的，泰国来也要出一个泰国人。萨瓦迪卡，听讲啊，这个药啊，这药啊非常有效。阿公阿妈，你爱抹落食饱哩，啊无抹你会困袂去哦。只要你买一条送一条，爱买爱紧哦，买一条送一条。阮迄个小皮人一听到，随去甲迄个泰国人办哪，萨瓦迪卡空困卡，我买2箱有较俗无？无啦，无遐多较俗，较贵。好买，我你买2箱要创啊？买讲无啦，买分出去头尾啦啊！阮这阿姨就是遮尔啊热情。好有一摆呢，我酷扫皮皮喘，你嘛知嘛？这大箍人扫起来嘛是真严重呢，一个无细力就断去啊！阮阿姨讲袂使，你安尼紧来看医生，唔免看，我抓药互你食，抓啥？球母、蒜头、苦辣，有啉过无？咸的。啥物话讲有效咧？随啉随袂扫呢？为啥？我开始吐啦，吐完去赶去浸啦。阿姨虽然烦忙烦啊，不过伊嘛不掠古水呢。若无阿姨心情会足无聊的，不过感冒会较紧好哦。我是李典伊典，我新典，多谢大家。哎呦，时间真个拄啊好啦！3分钟的故事足好听的。对，李新典，我都继续点无来，评审请起顶。今仔日有一个评审有够严格。哎呦，今仔日上届严格，唔是我。真的是望某，是安那阁是车啊？无啦，我是感觉共款，就台语真练等，表演嘛真好，开口嘛真好。要毋过我知影你的笑点是要讲啥物，我要毋过我感觉都无咬着安尼。啊，无咬着，还是我来家咬者。啊，系啊，你会使吗？因为我迄引导的，我想讲啊，惨嘛，我礼拜嘛用淘汰去啊。因为我嘛只引导啊，对。喂，真个好笑，因为遐丢丢，我讲我嘛只引导，伊遐你甲我看者。无机会，你收引导啊，无。今仔日视网膜若是互车啊，拢会去甲伊抱一个。我小认真者。我个人感觉伊的脚本是有迄个赞助的，这树拢运用得真好，放伫真好的所在，这会当期待啦。成功案，不是，别来讲，今仔日出这名，出这无共款的名。因为这节目一集爱留3、4个，有压力就对啊啦。好啦，你照你安尼处理落去一集阮2个爱去你顶头。人无够阮爱斗。伊讲有泰国的台语。对啊，无好嘛是真好的武器啊。单困看啦，台湾人食嘞，等。泰国人无遮出力。无得出，喊太灵人，有一个气音吼。对，啊那呢，法国有一个哨音，法国的我。德国的就是拢一直错德啊，对。谢谢。今摆使来咱的单头区哦。谢谢。感谢咱新典。后一位咱的选手是咱台的台文社社长尤丁雄。哎呦。尤丁雄是伫咧台湾大学海选出来的选手，以认真的台语推广的热情，评审讲伊超精英，希望伊比赛场顶真公平。今仔日来点一杯大舞台，表现安怎？咱做伙来看卖。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我是台语文社的尤廷雄。游，水伫咧游的迄个游，代表海军；艇，地上咧走的迄个艇。代表陆军，
熊，天顶咧飞迄个熊，代表空军。阮爸甲我号做这个名，就是寄望讲我大汉了后会当出来选总统，未来做一个三军总司令啦。毋过哦，我想要做的其实是诗人这道啦。我就决定讲，要来甲我的心内话讲互伊听。阿爸，你莫阁讲啊啦，我无想要去选什么总统啦，我甘愿哦做一个死人互你看啦。我迄阵台语也无讲真好啦，所以哦。阮爸伊听到了后，就来问我讲：“天祥哦，你明明还阁遐尼少年，是安怎要想袂开咧？”阿爸，你敢知影？伫即个世间，也有真济，也未甲死读糊头的人，因定定会来找阮即种已经死透的人，对阮不离尊敬的。阮死人要出山的时，我是讲要出事的时，定定会有人替阮举办法会。我是讲举办发表会，办煞了后哦，阮死人啥物代志都毋免做，就敢若死伫遐就好，死伫遐就好啦，就会当趁足济迄落，用作叫做银纸转来。阿爸，这种生活，这种日子真好啊，敢毋是？我的故事就到这，多谢。哎呦，伊敢若用2分半尔。对，来，咱问评审到底有好笑无？来。我是感觉，因为拄则这规段拢是用谐音梗咧做笑话啦。无介意谐音梗啊？我毋是无介意，我是感觉若是拢是谐音梗，就较无遐好笑，就有重复的感觉啦。嘿，为着要奉献着台语，迄个精神，逐天咱大家学落。但是咧表演毕竟是一种表演，连翠花，哇，听到安尼，大家咧足欢喜的，心头心花开。但是你足严肃的，敢若是咧教授要来讲经说道，吼。我是较比较较好奇就是讲吼。你台下内底是排山，你卡邦到底是咩种？你内底是啥货哈？手机啊！手机啊！手机啊！哦，你讲，这个是特别是会当写物件。对，表示讲这个人是真顶真的人啦。所以你爱去迄个学堂吼，或者是讲迄个演讲厅，来遮较无适合。我是惊讲耽误你的时间啦。感谢你今仔日来哦，谢谢，感谢丁兄，谢谢。今仔日7位选手呢，拢已经起来练水花后结束啊，但是只有咱这位金晶哦，容易哦，过关3个啊。安尼这3位是毋是？就问者讨论。因为讲是爱选4个，即马只一个，只3个，是毋是就直接过啊？敢是安尼？行嘞，我就看门口口迄几个有要搁离开无？若无要搁离开，咱唔敢关起来，咱遮就拢锁起来，拢锁起来。安尼遮拢甲准落去啦，安尼，算一组通过啦，吼。哎呦，终于3位拢过关啦！是啊，你连迄通告吼，你爱去爱甲取消啊，取消。哦，我就红。就红的。哦，我就麻烦的。恭喜3位，啊，各位人金晶4位拢过关啦！最后呢，有一个非常快乐的这个结束，就是咱和平。甲姊啊配，咱做伙来做这个结束。歹势，我即马跟到头嘛着伤啊！我即马就是你，我即马跟到头嘛着伤呢。来，你练骨无力呀？来，我感觉你有时间即马走来我身上啊！你抱起来，我叫你结束，你抱起来，哎呦，你抱起啊！哦，水啦！哎呀，talk show 台语后礼拜再相逢哦，再会！来，谢伊讲啊，谢伊讲啊，来，再会耶！我感觉第2季足奇怪呢，足侪艺人要来抢咱的饭碗，连记者拢来啊，是要安怎？是要写啥？连水花这个饭已经伤少啊，搁足侪人要来食，留一喙饭给我食好无？我看第2季的选手吼，拢真好呢。搁来一个谢晶晶，而且因爸爸伫高粱，是我上介意的人呢。我自细汉看伊的笑尾大汉的啦，所以我感觉谢晶晶吼，伊敢若有遗传着哦，真好笑哦。这届第2季的选手愈来愈厉害，连台语台主持人张伟明下面的名拢来啊，伊是 F4，我搁咧 A 啊当过咧。